台南市规定，伫公园内底无经过许可是袂使骑车，甚至是乌白停车。不过，要是有一寡人呢是骑车入去内底乱踅，这3冬以来已经开发要挖3000件。公园禁止骑车、驶车，已经是真侪冬，入口处嘛拢有告示牌，但是小港嘛是有民众当作无看到。不管是一个人骑车，或者是2个人相载，车骑伫公园内面，车速嘛拢无慢。一透早到公园散步运动的民众拢感觉真危险。近期台南社大到公园内面进行生态的观察，1点钟内就拄到10几台乌托邦伫公园内面后面骑。第一点危险，第二点结婚的人伤多，有蛮多的。蛮多的。像这样子，对你们来说，你们在运动啊，会不会觉得有危险？是有一些老人家走路会比较危险而已。台南公园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车在里面跑来跑去，其实这对行走在公园里面的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对此，台南市干部局是表示，目前台南公园主要的路口拢有监视器，嘛拢有巡守员伫咧公园内巡守，只要去用迄条乌托邦的车牌，证据明确，就会依法来开发1200块。这3冬外来，已经是开发将近3000件。在公园有设置监视器、自卫警及保全，一旦发现有机车未经许可驶入或违规停放车辆，将依台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，处行为人1200元以上的罚款。民众强调，过去台南公园曾经有一段时间乌托邦是真济，后来市府强力执法了后，是有一点仔改善，但是近期又搁变济，认为相关单位嘛是爱加强处理来合作，确保行人的安全。另外，嘛爱呼吁台南公园，毕竟嘛是台南的门面，针对食薰、环境整理，嘛爱加强执法。记者郑俊台南报道。